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居家照护常常会用到跟洗手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阿妹，我是周服务员沈凤，今本看起来精神挺好，朋友呢就谈到你伫个创山歌。你好，看到你爱当欢喜哦。你爱先洗漱，等一下爱食猪咯。好哦。老女嘅伸手诶来起来，树长伸出来，我爱检查你嘅树，看有松口无。好，我老三手来起来。检查了了情形，做对看糖尿病有控制好无？好，什么嘢？皮肤嘅情况当好，无松口，无起泡。是哦。树冲一下水，水嘅温度差唔多38度左右，最合适。先过掉嘅茶cụ坡杜树风，田地挨作，搭扎通种错适下。内老松树嘅树形互相错挪。外详细坐挪树背，夹树枝高顶，详细坐挪树枝啦。强树枝小口强起来，树枝背老树形互相坐挪。太爱记得坐挪树枝公同虎口位。立树枝尖较会空垃圾，做得老树形互相坐挪。长连树长向下坐挪。老茶cụ坡从枪，再用卫生纸出招来。因为脑背动到病毒，为了安全，爱多洗漱，尤其是自脑背转来，也是食东西前，都爱洗漱。好，我知。洗漱嘅口诀当好记，内外夹强太力长。好。树嘅清洁当重要，做得预防病毒感染。好，我会记得。内外夹强太力长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视线腔调。教导正确洗手前要先整理衣袖，方便检查及洗手。会说：把您的袖子拉起来，伸出手腕。老爷的双手来起来，手掌伸出来。老爷的双手来起来，手掌伸出来。洗手前会先确认皮肤状况，此时会说：我检查您的手，看看有没有伤口。我检查您的手，看有伤口无？我检查您的手，看有伤口无？照服员会强调洗手的时机，会说：为了安全要多洗手，尤其是从外面回来或是吃东西前都要洗手。为了安全，要多洗漱，尤其是伫午背转来，也是食东西前都要洗漱。为了安全，要多洗漱，
尤其迄伫五杯转来，也迄失动时前，都爱细数。赵福源运用洗手口诀帮助记忆，会说洗手的口诀很好记，内外夹攻大力腕。细数的口诀都好记，内外夹强太力长。细数的口诀都好记，内外夹强太力长。再次强调正确洗手的重要。此时会说，手部清洁很重要，可以预防病毒感染。手的清洁同重要，都得预防病毒感染。手的清洁同重要，都得预防病毒感染。接着，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教导正确洗手前，要先整理衣袖，方便检查及洗手。会说，把您的袖子拉起来，伸出手腕，老鹰的三手儿来起来，手掌伸出来，老鹰的三手儿来起来，手掌伸出来。洗手前会先确认皮肤状况，此时会说，我检查您的手，看看有没有伤口。来检查眼数，看有伤口吗？来检查眼数，看有伤口吗？照服员会强调洗手的时机，会说，为了安全要多洗手，尤其是从外面回来或是吃东西前都要洗手。为了安全要多洗手，尤其是伫五杯转来，也是吃东西前都要洗手。为了安全要多洗手，尤其是伫五杯转来，也是吃东西前都要洗手。照服员运用洗手口诀帮助记忆，会说洗手的口诀很好记，内外夹攻大力腕。洗手的口诀都好记，内外夹强太力长。洗手的口诀都好记，内外夹强太力长。再次强调正确洗手的重要。此时会说，手部清洁很重要，可以预防病毒感染。手的清洁当重要，就得预防病毒感染。手的清洁当重要，就得预防病毒感染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，大家记得多看几遍，认真练习哦。